歡迎收睇 Water 經濟學。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呢個真係一個超級撻訂潮啊！元朗嘅錦上路啊，柏龍2咧，而家3日之內咧係爆出咗57宗嘅撻訂啊！早兩日咧，你以為咧，喂30幾宗喎，好誇張啊！而家去到57宗啊！究竟會唔會繼續增加咧？呢個咧係打破咗咧近年嘅一手市場嘅記錄㗎啦。點解啦？其實除咗柏龍2之外啦，仲有啦，之前譬如話如一啊，同埋啦，譬如話大圍嘅柏傲莊啊，呢啲嘅明星鐵路盤啊，都開始咧陸陸續續咧，就有人咧係寧願咧撻訂咧都要走嘅。究竟咧撻訂係抵啲啊，定係咧繼續供落去係抵啲咧？同埋呢一個撻訂潮咧，會唔會咧係其中一種咧投資者對於個樓市啊冇信心嘅集體表態咧？同埋咧狠打埋呢個大摩啊！佢話咧香港嘅樓市咧係已經係止跌回升啊，係有機會咧迎來呢個5年嘅升浪啊！大家相唔相信咧？即係我都想講下啦。個重點就係我哋會睇下咧呢個柏龍2啊。57宗嘅撻訂個案啦，解釋咧即係買家咧點樣計條數啊，係覺得咧即係唔去繼續供咧係更加划算嘅。同埋啦睇下嗰個銀行嘅股價啦、拆息啦、供應嘅預期啊，點樣夾擊到咧啲人咧係覺得咧而家好似咧越嚟越唔對路喎。同埋啦最後會同大家啦對照翻咧呢個摩根士丹利啊當早前啊嗰份嘅長升長有嘅報告啊，睇下咧即係佢講咧嗰個利好嘅因素咧係咪全部咧都未落到地嘅？如果你啱啱咧諗住上車啦，又或者係手上咧即係都揸住層樓又驚再跌嘅話咧，今集咧你就真係咧要詳細睇一睇啦。喺開始之前咧，希望大家幫手 like 下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 ，subscribe 我 channel， 撳埋個鐘仔。有能力嘅可以用 super thanks 課金支持啦。另外啦，我仲有 YouTube 頻道嘅會員咧，大家咧都可以咧加入咧月費去支持我嘅，多謝大家。講翻正題先啦。6月中咧去到而家啦，就即係有3日啦，短短3日啫。柏龍2咧就連續咧就有57宗嘅終止買賣嘅情況啊！咁即係簡單嚟講就撻訂啦。涉及嘅樓價咧係4億7300萬嘅，都好誇張下噶。以一期咧805伙計咧，撻訂率咧係去到咧7點幾個 percent 噶啦。你話咧即係哇7點幾個 percent 又唔係天文數字嚟嘅。但係你記住咧呢個盤咧23年嘅5月開賣啦。好多嘅買家咧，當時咧都係用4厘樓上嘅封頂息咧，係做嗰個按揭啦。仲估到咧8至9成啊。而家咧銀行咧最新嘅估價咧，普遍咧都低咗1成左右啦。一按咧就批到7成半啦，都偷笑噶啦。咁個保價咧就即係都保得幾多下啦。計翻落咧，就不如咧就唔要個訂金咧走人咧，可能咧係更加划算嘅。同一時間啦，即係如一期啦，4月到6月啦，都有20幾單嘅撻訂啦。大圍柏傲莊3期又即係有18宗啦。咁就有代理講啦，就唔少嘅上車客咧，又或者係新婚家庭啊。原本咧就打算咧收咗樓之後就自住啦。但係咧近幾個月咧就見到咧同區啊二手叫價咧就一直咁樣跌緊嘅。驚咧就接貨啦，咁一路都係負資產咧，就有排跌啦。咁一路供咧都係即係白供咁咧。咁不如止蝕啦，所以咧就個撻訂嘅數字咧就大幅上升嘅。咁點解會出現呢一種咁嘅情況咧？核心就係嗰個股價收窄啦，同埋咧嗰個按息高企啊。咁雙重嘅夾擊啦。雖然咧即係講緊啦，近排啦個 HIBOR 就即係跌翻啲啫。咁但係咧講緊咧。其實講緊比起10年前咧，仲係好高噶嘛。咁同埋啦，你計翻條數就即係一個800萬嘅單位啦。當年簽臨約可能俾80萬嘅訂金啦。而家銀行咧個估值咧得翻720萬，咁就淨係批7成半嘅話咧，咁即係咧最終咧就係借540萬到啊。咁即係話咧，如果咧買家入場咧就要俾260萬嘅。咁俾佢哋嘅原先嘅 budget 咧就已經係多咗60幾萬噶啦。如果收樓之後啦，即係5年內個樓價咧冇乜起色嘅話咧，個租金回報咧就算2厘咧都跑輸啦，要供樓嗰個利息啊，仲要加埋差餉管理費、印花稅、裝修。5年咧嗰個持貨成本咧可能係要過百萬嘅。反過嚟睇咧，撻訂嘅話咧就係賠翻即係幾廿萬啦，咁走人啦。咁蝕少咗錢嘅咁。點揀咧？咁當然啦，就即係你睇下個預期係點啦。如果你個即係預期係即係負面嘅，
嗱，咁即係對於尤其啦，好多咧個資金唔係太充裕啊，嗰啲嘅買家咧，嗱佢哋計咗條數之後咧，嗱可能會覺得咧棄船咧好似咧就比較安全嘅。嗱咁有人問啦，咁嚟緊啦，可能有機會減息喎。嗱阿鮑威爾咧都話咧，今年可能咧會減半厘啦。嗱另外啦，即係特朗普咧就一路喺度叫緊啊，就話咧，喂，你減半厘都唔夠啊，你要減2.5厘喎，哇真係黐咗線。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如果阿鮑威爾唔做嘅話咧，嗱去到下年咧5月啊，嗱特朗普咧可以委任一個新嘅聯儲局主席啊。嗱佢喺委任嘅時候咧，應該一定係揾一啲咧自己信任得過嘅人馬啦。就應該係同佢講好咗噶啦，嗱你上任咧就一定咧就要同我減息噶啦，嗱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你預期特朗普下年會換人，嗱然後咧就即係做一個大幅嘅減息咧，嗱咁事實上咧對個樓價咧將來咧係有機會有幫助嘅，嗱如果今年咧係減半厘啦，下年咧嗱如果特朗普黐起線上嚟咧，即係換一個人上嚟就要即刻咧去減多2厘嘅話咧，嗱咁咧就真係咧有機會對嗰個樓價咧係有個喘息嘅空間嘅。嗱，美國聯儲局咧，即係今年啦，即係舊年啦，應該係舊年開始啦，即係減息啦，咁啊減咗唔係好多，跟住已經係停咗噶啦。嗱，咁嗰個港元嘅拆息咧，其實係即係要睇住嗰個美元嘅供求噶嘛。嗱，銀行嘅風險管理啦，可能都會收緊啦。嗱，而家咧其實個股價咧可能會越嚟越保守嘅喎。嗱，除非咧短期咧嗰個拆息咧再跌啦，嗱同埋咧銀行咧肯放鬆翻咧個股價咧。嗱，否則咧嗰個按揭壓力咧就唔係咁容易咧可以突然鬆綁嘅。嗱，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嘅，就係嗰個供應預期嘅問題啊。嗱，因為咧政府北部都會區啦，即係有3幅地啦，就2026年咧就嗰個財政年度之前咧就會推出噶啦。嗱，仲加埋咧舊區重建啊，啟德嘅剩翻嘅貨啦，嗱，仲有新界東北啊嗰啲貨尾啦。嗱，未來10年咧嗰個平均私人住宅供應咧嘅目標咧就係28,000伙嗱，但係我都同大家講過啦，點止咁少啊？嗱，你計埋加埋嗰啲公屋啊，仲有居屋啊，同埋咧即係貨尾啊，同埋咧即係加埋北區北都咧會起嘅樓啊，同埋各區會起嘅樓咧，喂，講緊我而家睇到嗰條數咧係好誇張嘅喎，幾十萬嘅喎嗱。見到嗰個供應咧係有機會有咁多咧，嗱多多少少咧係會對個心理嘅，對個心理上咧係有影響啊！嗱，同埋咧唔係講緊未來10年咁簡單嘅，嗱北都嘅發展咧，跟住咧去到2030年之後咧，去到2035到2045咧嗰10年咧起嘅樓咧係更加多添嘅，嗱所以咧對於即係大家嗰個心理預期咧，真係咧會有多少嘅影響嘅，嗱同埋另一樣嘢嘅就係嗰個流動性嘅因素啦。嗱，嗰個散戶啦，股票啊個交投咧，嗱其實就即係今年嚟講咧，唔算話真係太高嘅。嗱啲錢咧就即係唔入股票市場咧，亦都冇流入嗰個樓市啦。嗱，但係你會可能話咧，喂，而家個股票咧係咁升咯喎，點會係即係散戶抌咁少錢啊？嗱，因為咧好多都係外資啊、北水啊咁樣咧去流入咧，去撐住個股市啊。嗱，另外咧就如果大家咧即係唔清楚咧，嚟可以睇翻我上個禮拜日嗰集咧，嗱我都有講過股市啊，而家個情況係點嘅。嗱，另一方面咧就係個零售同埋餐飲業咧都唔見有起色啦。嗱，大家樂咧其實一間鋪頭即係呢2日講過啦，喂講緊如果你計翻平均咧得3萬幾蚊嘅啫。嗱，如果淨係講香港嘅鋪頭咧，都係講緊一個月咧係賺11萬嘅啫。嗱，呢個咧比起以前咧都跌咗1成，比起前年都跌，舊年咧都跌咗1成半嘅。嗱咁即係而家計翻咧，仲有好多咧嗰啲嘅超市類咧，你見佢哋個執笠啦，同埋咧一啲百貨類咧，嗱佢哋咧可能咧賺埋啊都唔夠咧，即係俾鋪租同埋人工嘅。嗱咁呢個情況咧就即係喺個咁嚴重嘅情況下咧，你相信咧將來嗰個裁員潮同埋失業潮咧係會更加嚴重啊！嗱喺呢啲嘅預期之中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咧要慳翻啲錢嘅。嗱另一方面咧，亦都擔心咧自己份工咧係冇着落噶。嗱所以咧嗰個上車計劃咧就自然會有機會延遲噶啦。嗱但係好得意啊！嗱大摩咧就啱啱咧有份報告啦。嗱佢就話咧嗰個樓市啊。嗱個地產股咧已經係見底㗎啦，樓市亦都係已經見底啊！嗱，所以咧有機會咧迎來一個4-5年嘅升浪啊！因為咧個息口會回落啦，同埋咧樓價已經係跌咗3成啊，供應咧係有限。嗱，人口同租金咧係會推升咗個需求啊！哇，佢講呢啲嘢咧，究竟咧即係呢個研究報告啊係咩人寫嘅咧？
嗱，你又信唔信得過佢咧？嗱，佢話咧個供應有限喎。嗱，點解佢會睇到供應有限咧？嗱，而家睇落就係個息口啦，又唔見到即係回落咗啦。嗱，個供應咧亦都唔可以話係唔夠多啦，其實係好多添。嗱，個租金升幅亦都跑輸咧嗰個利息嘅。嗱，同區二手啦都講緊啦，仲係喺度劈緊價咧去爭客噶嘛。嗱，其實咧香港唔係冇人買樓，只要咧你個樓價夠平，或者係個二手咧劈價夠狠嘅話咧，係有人係會有承接嘅。嗱，但係個撻訂潮咧，某程度上咧就係用真金白銀咧去反駁咗咧呢一種咧所謂嘅長升長有嘅説法㗎啦。嗱，個問題就係嗱，撻訂咧係著數啲啊，定係點咧？嗱，係咪咧繼續供落去啊？有機會個樓價升翻，咪即係乜事都冇咯？嗱，如果假設即係你買嗰層樓係700萬樓下嘅，嗱，稅務寬減之後啦，即係個 stamp duty 啦平咗啦，嗱，加埋賣方啦，即係基本上樓價都即係下跌啦。咁啊樓價咧，如果真係止跌回穩嘅話咧，嗱，可能咧2-3年後咧2-3年啦，就即係補翻即係嗰個差價㗎。嗱，但係咧要做到呢樣嘢咧，就係你要有實力啦，補到啊嗰個差價先。嗱，個股價差價講緊即係都幾廿萬㗎嘛，唔係個個都有幾廿萬咁樣揼出嚟㗎嘛。嗱，同埋啦，要睇翻啦，對嗰個大環境啦，係要有一定嘅信心咧，你先至敢冒險咧，係即係揼嗰幾廿萬出嚟嘅。如果唔係咧，就等於揼落鹹水海嘅啫。嗱，咁而家嗰個經濟環境啦，同埋個前景啦，都有啲啦，即係蒙查查咁啊，都睇唔清楚前邊係點啊。嗱，所以咧，即係嗰啲嘅按揭嘅做咗按揭嘅，或者係即係而家睇個情況就覺得，咦，喂，而家咁樣落去可能都唔係好掂喎。嗱，不如咧就撻訂算啦。咁即係我諗咧，呢個就係好多咧點解而家呢一刻咧會選擇撻訂嘅原因啊。嗱，同埋咧佢哋見到咧發展商咧再推出嚟嘅樓咧，喂，個價錢又平咗一截，喂，我而家等於買貴咗喎。嗱，咁即係買貴咗冇辦法啦，都係自己嘅決定，咁啊輸咗啦。嗱，但係咧，如果而家咧即係唔止蝕嘅話咧，係可能將來咧要輸嘅會更加多啊。咁所以咧就大家係即係作為一個止蝕啦，即係唔希望自己再蝕得更加多啦，就即係去到嗰個位啊，蝕咗咁多就算啦，就唔好再蝕落去啦。嗱，咁呢個就係好多人咧，即係呢一刻會選擇撻訂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嗱，咁個樓價會唔會真係長期向下咧？嗱，我諗即係冇人可以有水晶球啦，葉秀亮就話會即係有排搞啦，亦都有機會要跌到7成半啦。咁摩通即係大摩啦，大摩咧就話咧就即係有機會未來5年就會升喎。嗱，咁你信邊個咧？咁其實就即係冇嘢係絕對嘅，因為咧好多嘢都講唔定嘅。嗱，例如下年如果真係咧特朗普換一個人咧去做聯儲局嘅主席嘅時候，嗱，會唔會真係黐咗線咧？尤其又面對住呢個中期嘅選舉咧，嗱，會唔會真係喂一次過就同你即係減2厘啊？即係一次嘅議息咧就同你減2厘喎？嗱，呢啲嘢你話特朗普做唔做得出咧？特朗普真係可能做得出嘅喎。嗱，同埋啦，聯儲局大幅減息嘅話咧，就可能咧會帶動嗰個HIBOR咧會即係跌得更加犀利嘅。嗱，可能咧會唔會即係大幅減息之後咧，個 HIBOR 係跌翻去即係好似10年前咁嘅水平，即係令到咧個供樓嘅負擔個利息咧係大幅減少啦。嗱，同埋啦個供應恐慌嘅解除之後啦，嗱，應該咁講啦，個供應根本就冇恐慌嗱，但係即係如果供應有咁多啫，但係好多人買嘅，即係大家都好覺得而家喂買樓係時機啦，咁啊好多人衝入去買嘅嗱，同埋啦，即係葉秀亮成日講啦，個租金回報咧要翻去3厘半以上嘅嗱，咁係咪會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個租金回報係上翻去3厘半以上？就算你話個唔係個樓價大跌，啊調翻轉係個租金大升得唔得咧？嗱，如果係即係呢3條線啦，三支箭啦，或者嗱。如果真係咧，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嗱咁真係有機會咧，個樓價咧係調翻轉頭咧，係向上升翻嘅喎。嗱咁你話即係今年下半年個樓價走勢，嗱事實上嚟講咧，就真係咧未見到咧係有機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反彈會出現嘅。嗱而家咧最多都係即係叫做穩定啦，或者係即係跌少少啦。嗱大部分都估啦，即係今年可能都係跌5至10%啦。嗱咁係咪跌5至10%係個市場嘅主流咧？嗱咁我見啦，我見大部分咧
都係講緊即係最多都係話唔跌嘅啫，冇乜太多人會講話即係今年咧有機會升嘅，係有個別啦，有啲嘅地產 agent 啦，佢哋咁樣講啦。嗱，但係曾煥平啦，佢自己都話佢預期係覺得咧係要跌10%嘅。嗱，所以咧，如果真係咧大家個信心咧係未翻嚟嘅情況下咧，嗱，嗰個撻訂潮短期內咧可能係未見頂嘅。嗱，所以咧今次咧嗰57宗嘅撻訂咧，唔係話即係金融海嘯式嘅崩盤啦，但係起碼咧都係一個信號啦。就係以前咧買樓啦，靠嗰個即係叫做即係供下樓，然後咧又賺下個租金，即係幫手去供樓，然後咧即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下咧，就令到個資產升值咧。而嗰個資產升值咧係最終咧就帶動到咧就個財富嘅增值啦，而亦都咧可以咧就香港人以往嗰個做法啦，就叫做樓換樓啦。即係咧，我個樓又升值咗啦，然後咧我又再即係諗辦法咧，又再換一間再大啲啦。嗱，然後咧我嘅身家咧又再繼續升啦，然後我可能咧又再買多間屋咁樣咧，就一間咧又供啦，一間咧就可能就租俾人啦，就一間就自己住啦，一間就租俾人啦。嗱，呢啲咁嘅情況咧，將來仲會唔會出現咧？將來一定會出現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今日會唔會出現咧？嗱，即係未來咧買樓咧。即係大家要計嗰條數啦，要計得更加清楚啊！嗱，同埋咧發展商咧，可能咧就要繼續要用更加多嘅補貼啊，或者係靚裝修啊，嗱有議案啦，同埋咧即係可能係要包埋租啊咁啊，好難講啊！即係咧發展商咧要各出奇謀啊！嗱，尤其咧嗰啲大型嘅盤啦，好似譬如話馬鞍山再入啲14鄉嘅 Sierra C 咁啊，哇，仲有成8000幾個單位咧要賣出去噶嘛！嗱，所以咧。即係我哋日日講呢啲樓市啊、經濟啊咁咧，唔係話即係喺度唱淡啊，係我哋咧想將嗰個實質情況咧就講俾大家聽咧，等大家咧係作一個全面嘅分析啦。嗱，尤其如果你係即係想買樓啊，或者係即係嗱，我覺得每個人咧佢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嘅，同埋咧即係你收集咗即係唔同人嘅睇法之後咧，嗱最終其實咧自己個睇法會即係可能做個加權噶嘛，自己嘅睇法係最緊要噶嘛。嗱，所以咧綜合咗咁多，又葉秀亮，又大摩，又邊個咁樣，嗱加埋咧，再加埋自己嘅睇法咧，再做個加權之後咧，就可以咧綜合到一個自己嘅睇法咧，去作出一個即係財務上嘅決定啊！嗱，無論你係有樓冇樓啦，又或者係想唔想買樓都好啦，嗱都可以咧，即係參考不同人嘅睇法啦。嗱，包括我啊，或者係其他嘅 KOL 都好啦。咁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可以幫助到自己咧去做一個全面嘅分析，就唔一定咧就即係邊個講話唱淡你又好唔開心，邊個話唱好咁你又即係有啲扭住就唔知佢講真定講假咁樣嗱。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每個人都有佢嘅睇法啦，冇人有水晶球嘅，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做自己嘅判斷嘅。好，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窩題經濟學咧，下一集再同大家去傾另一個議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開埋個鐘仔啦。有餘力就可以加入我嘅 YouTube 頻道會員，俾我更加大嘅動力走落去。嗱，大家舉手之勞就希望而家幫我手咧，撳一撳個 like 啦，撳一撳個 like 同埋撳一撳個訂閱啦，就幫我個頻道加速成長嘅。希望大家啦就即係都繼續支持啦，同埋咧記得要撳個訂閱啊，因為咧我發覺好多人睇我個片咧都冇訂閱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幫下手訂閱下。咁啊留言話俾我聽，你對今集有咩睇法？我哋下一集再見。